今次嘅安麗苑440尺單位，三有專注負責硬裝同浴室廚房家私，廳房家私就由業主自行喺外面購入。廳房通鋪與軍民木紋磚，做埋環氧彩紗，確保邊位細節度。顏色上圍繞深淺木紋搭配米白色，營造暖感家居。主人房做5尺雙人床同6尺嘅入牆式衣櫃，床頭位桃木式細書台連接過去就係衣櫃。客廳另一邊就再多咗間書房，上淺下深嘅高架床，床頭後件再有一整排嘅衣櫃。角落位置就有書台同開放架，方便分類收納。廚房訂製咗整套櫥櫃加吊櫃，中間牆面就做珐琅板，配合煮食爐位置做高低台面設計。廚房櫃桶仲配埋碗碟分類架。角落雙開式櫃門使用起上來更方便。呢邊就係靠近玄關區域，用門口鞋櫃出來嘅客房。整體佈局簡單實用，亦唔會壓迫外面客廳空間。浴室改咗用唔怕濕水嘅鋁門。浴室鏡櫃用智能鏡可以防起霧，鏡櫃後面都有充足儲物空間，可以擺梳洗用品。沖涼位做低一級，配合浴簾就可以避免沖涼嘅時候大範圍濺水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